来继续来看这件车祸，是发生伫个尾暗4点外，真侪阿公阿嬷拄好去接囡仔下课，其中有2台机车互弄着，一台是70岁阿嬷载着5岁查某孙，这阿嬷是当场死亡，查某孙伫个加护病房抢救。另外一台是阿公载着4岁甲8岁查甫孙，一个已经开刀开好，状况稳定；一个是倒脚骨折，准备要来手术。这个肇事的驾驶有骨也甲伊食毒的前科拢无悔改，家属已经甲伊断绝往来。经过网友来压料，讲这个驾驶伫个中部地区是危险驾驶，前科累累。2个查甫囡仔倒伫涂骹，安全帽甲鞋仔拢互弄甲喷出去。边仔的阿公伤势嘛真严重，另外一个阿嬷是互弄一个当场过身。当时是接囡仔下课的时间，所发生一个死，6个受伤严重的车祸，其中有3个囡仔受伤，4岁囡仔拄做完手术转普通病房，8岁囡仔意识清楚，倒边的大腿骨折，准备开刀。另外一个5岁囡仔肝才拄开完刀，严过目前阁唔知人，由原地移动的甲护病房来观察。现场的涂骹嘛看到车祸患者。根据了解，嫌犯有过6遍食毒的前科，家属已经无啥咧甲伊联络。这回敢若阁互抓到有丧事烟弹。经过网友也了讲，驾驶伫中部地区嘛是一个危险的驾驶，前科累累，执迷不悟。网友也骂讲，啉酒食毒个赛车，迄根本就是咧讲害，会造成一种昏眩的状况。那如果说在使用这个东西下开车、骑车，那你就会丧失意识去发生车祸。网友看甲真艰苦，交车去现场送花，家属嘛希望凶手会当受到应该有的处罚。是讲安怎嘛想袂到，阿嬷去接孙仔下课，竟然过身。中秋月圆，一个花啊，煞永远袂当团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